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不要走啊！你要走的话，打开支付宝，点出行，参加去出行，打车火车票能省不少钱呢。鞋没带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操！有人。队长，跟我去飙车吗了？去飙车啊？啊？不去。哎呀，干嘛不去呀？干嘛不去？第一，我才22岁；第二，我还没娶老婆呢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还有2块钱没有用，你叫我跟你去飙车？你开车技术没点逼数吗？逼，你看我这腿，你看还飙车？除非我开，你开就你开嘛，讲那么多道理干嘛？来，你开，上车。你要开慢点哦，这个车比高铁还快。可以了，我帮你进山哦。哎呀，放心啦。哎呦我的妈！到家啦！有人叫你不要开那么快，不要开那么快，妈的飞完了！你这个操作你要把我宰死！真他妈香啊！哎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完了，蒸脚上了，有蒸脚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大哥，你不说有蒸脚吗？蒸脚搁哪儿呢？我他妈说整脚上了，蒸脚他妈还锅贴呢！老三你就别过来了啊，这玩意儿不行，胶粘蹬不下去，根本就，赶紧去摇人去，别往这靠了啊！老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还吃了一口，连他妈嘴都粘上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玩意儿味儿挺好，就是他妈有点黏呀。大哥，你现在有啥招吗？有啥招？啥招也没有啊。等老三估计摇人去了。老三呀，你快点儿，别叫唤了，手机找不着了，他妈他在找手机呢，净他妈扯他妈王八连线。你那个手机他妈去年就欠费了，你给10086打电话，让小姐姐顺着网线过来薅咱们呀！哎呀，你说我这手机放哪儿了呢？诺基亚的呀，可别丢了！妈的，我真他妈想一杵子怼死你！你那个手机你找他干什么？我就问问你，通讯录里一共他妈5个人，2个上面粘着呢，剩下俩你在那带着兜圈儿，他妈急死我了！别着急，大哥，我要不要给你冲开哈？老三智商不行，我这智商，
好像有点欠费了，大哥，我忘了，尿尿的时候不能站上面啊，我也粘上了。老五靠你了，靠我，你踩着我脚了，你靠我，谁踩着你脚了？你没踩着我脚，我他妈怎么下不去？你也粘上了啊，兄弟，别蹬了，一会儿尾巴他妈蹬折了啊！再少个零件，不会屈服的乾坤罗大衣，全粘上了。我看你们全粘上了，要就剩我自己张个尾巴，好像有点不合群啊，大哥。没事，大哥，还有老三呢。哎呀，我这手机就是找不着了，你说？行，听声老三是走在咱们。